大埔宏福苑5級火。消防處下晝2點51分接到火警報告，下晝3點02分將火警升為3級，3點34分再升為4級。由高空可以睇到宏福苑有至少5座起火。根據不完全嘅統計，約有3至4萬嘅香港人喺中山生活。11月26號，香港大埔發生嚴重火災，唔少定居喺中山嘅香港居民過嚟我哋香港工聯會中山諮詢服務中心了解情況。佢屋企啲嘢冇晒，佢都好慘㗎，由頭嚟過，係咪啊？咁即係總言之都係好不幸嘅事啦。係好戥佢哋難過。你好似6點幾嗰個 news 睇到心都碎埋，真係好突然啊！呢個火災，總言之就係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啦，唔好再有啲咁嘅事發生。我哋香港工聯會中山諮詢服務中心咧，對於琴日喺香港大埔宏福苑發生嘅火災事件咧，非常關注。我哋都好關心受災嘅居民啦，即係向佢哋送上最真誠嘅慰問啦。咁另外咧，內地港人咧有任何嘅需求，包括可能需要我哋嘅協助咧，可以隨時聯繫我哋。如果你心理上有任何問題咧，你亦都可以隨時打電話俾我哋。咁我哋嘅電話係076085751383。